伫咧新竹有一位少年妈妈，伊用刀啊刻出一粒一粒的大文字印仔，图样也拢真古锥，受到大人囡仔的喜爱。用手工豆豆刻古锥图样，甲大文字斗搭，看起来真趣味。也请问头起先只是想要互厝内囡仔有甲别人无共款的佚佗物仔，想袂到家己煞渐渐迷着创作这条路。创作灵感都是以我女儿为主。一开始我在创作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女儿属老虎，所以我是一个老虎的头，然后她的嘴巴里面就是刻我女儿的名字。设计东西都是以小孩为主，亲子为主。对我都常常告诉我，虽然我在做的歌，我都告诉我自己，我的主业是妈妈，这件事是我的副业。一开始也请问无啥会晓讲台语，即马已经知影台文字安怎写，家己嘛感觉真意外。伊讲其实学台语是一件真趣味的代志，而且嘛互家己有创作灵感。去接触台语的时候，像我就有查到一个我觉得最特别，我还有刻出来，它叫扣扣。对，那就是我婆婆常常会讲卖给扣扣，卖给扣扣，然后就会觉得说，当你有去接触的时候，你就终于了解说那是什么意思。做那个互相搭配。我觉得这个互动式的这种想法，我觉得可以跟小孩一起玩，像这个亲子的互动，我觉得超级棒。创作到今已经有10年的经验，也请问讲，虽然这个过程有时阵会感觉有淡薄仔忝，不过将来唔捌想过要放弃，也会继续做出各种独一无二的文创商品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